台中在地立委号召着公庙团体寄付一座正压式的采检亭，让病医来使用，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。 采检站内底真侪民众等咧排队做 PCR， 因为最近本土疫情升温，确诊的人数哪来哪济。为了减轻第一线医护人员伫咧烧热的所在做事，立委杨强英就潭水亭观音妈庙关一座正压式采检亭，让病医使用。当我提出的时候，张主委非常的忙碌。 他第一声就告诉我说，只要是防疫的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正压式采检亭对病医来讲有真大帮助，除了会当甲病毒挡伫咧路口，内底佫有摄冷器，让医护人员会当伫咧舒适的所在做工课。不管是遮风避雨，效果都非常好，而且病毒也不容易去，也不可能到我们这个采检的医护人员。 市府卫生局嘛讲，真感谢民间团体和民代协助，唔来当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，冒防疫工课更加顺利推展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